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自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大家的健康与生活产生极大的改变，也带给我们内心很多不同程度的创伤。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特别与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台北酷客云平台合作，由志玲姐姐带来为小学、中学师生我们亲自设计的“我的情绪我做主”，做阳光自信青少年防疫心理健康维护课程，提供学童在防疫期间的居家学习、心理辅导、成长帮助、亲子互动等方面的关怀方式，让学童在疫情的冲击下能够获得健康自信的成长环境。相信借由酷客云完整的线上教学系统、专业的师资解说辅助，一定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关怀的学童，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不再彷徨无助。志玲姐姐期待与台北酷客云平台共同将心理健康教育资源课程，以数位教学的方式带给每位师生，进而走入家庭。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可爱的孩子都拥有最纯真的笑容，用爱抚平创伤，用心守护未来。Exile Tribe Entertainment。 大家好，我是欢乐手机的阿 Kira。我们欢乐预知的节目终于要在台湾开播了，很开心也很荣幸能透过台湾的某某 TV 和大家见面。Exile the Second。 三代目 Jisoo Brothers from Exile Tribe。 Generation from Exile Tribe。 The Rampage from Exile Tribe。 Fantastic from Exile Tribe。 Prolific Boys from Exile Tribe。 这个节目会继续向大家介绍欢乐一直过去的演唱会作品，让大家更了解 Mega 20的魅力。